最近同同事分享呢一句金句：識行路唔代表識跑步，識銷售唔代表識跑數。呢句說話係乜嘢意思呢？大家都有手有腳，但係跑步嘅意思就係你有冇衝刺，你有冇心跳，你有冇氣喘呢？識銷售唔代表識跑數嘅意思就係好多銷售員咧已經可以做到常態地咧達到銷售結果，譬如佢會慣性地約客啦，慣性地做跟進啦，恆常地做客戶嘅 presentation 啦，同埋達至成交嘅。咁好多時咧，我哋就會用呢個叫除12個月啦，或者除365日啦，都可以達到呢個業績。咁跑數嘅意思就係佢會喺聚焦2個半3個月公司嘅跑數比賽裏邊，都會俾心機，都會俾力。我哋搏盡每一分每一秒咧，去到 make 多一個 call， 去到做一個 upsell， 去到攞埋呢個 referral， 希望達到咧呢個短期衝擊業績嘅結果。所以同跑步嘅道理一樣咧，大家都有心跳啦、渴望啦、想追求啦呢個卓越結果嘅一個狀態。所以各位銷售員們，我哋除咗常態地識得做生意之外咧，短期爆發力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各位跑緊數嘅大家一齊加油！